好，这但若是风台扫过台湾嘛，互中华来做大水。即卖呢，中华的菜色还咧复耕的阶段，佮加上最近这天气无啥稳定，所以价销是直直起。这叶仔菜原本3百是50块，即站呢1百就爱40通块啊。真济行菜即卖价销是拢起要双倍遐尔啊悬。业者是表示讲，这便当一粒平均是会起5块至10块左右，若无真正是了钱咧做生意啊。 来到中华菜市啊，菜价顶悬的菜也算齐全，但是原本350个叶仔菜，即阵1百就要40块。这菜色价销拢起码双倍悬，民众表示贵罔贵，但是该用到的嘛是爱来买。什么菜都涨非常多，很恐怖。香菜1斤400，小黄瓜本来1斤30-40块，即马1斤100块啊，也是要用啊，刮椒啊。 前一阵仔，中华扫到丹那市的风台尾做大水，农业损失严重，菜色也咧复耕的阶段。加上最近天气不稳定，致使菜色产量减少和起价，自助餐业者嘛未堪得成本增加，只好调整便当价销，饭包平均一粒起5块至10块。今年伊这无风台的时阵，一件头400，啊，即个一件800-900，成本提悬无法度啊，咱。 啊，甲人去加5块、加10块。根据溪湖果菜市场的统计，拜一菜色平均挂价是31块2，加前几日比价销起4块至6块。溪湖果菜市场表示，这站原本就是菜色小贵，加上天气影响，交货量少，这站嘛菜色价销才会这么悬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到货量减少，以及豪雨造成的水伤。如果要恢复正常的话，可能就是要看天候了。 溪湖果菜市场表示，菜色价销就要等天气较稳定的，才有法度落价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